啊，明仔载后日拜六礼拜，乡亲冲啊来台北行咧。台北有20条的青山的步道，拢真好耍哦。介绍其中的2条，互大家知。一条是贵子坑青山步道，一条是中义山青山步道。伫咧台北市的郊外，就会当亲近大自然。 白灵溪伫遮晒日头，夏天和山看起来更加水。拜访北投的贵子坑青山步道，安怎看到水？附近还有贵子坑水土保持教学园区，甲贵子坑录影场，大人囡仔手牵手做伙来行行看看咧。可以骑脚踏车啊、跑啊、玩球啊，所有的活动都可以啊，蛮清静诶。然后场地也蛮好的，又可以露营，不用钱。 变山唔来健康，佫会使治疗心灵。那我们这边风景非常的秀丽，可以来俯瞰这个关渡平原。那也有一个很让我们平易近人的青山步道，就在我们庙的旁边。 这条有真侪树啊，贴咧晒日头的步道，就是中义山青山步道，边仔就是行天宫、北投分宫，拜拜抽签收件，拢总有。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嘛伫附近。其实台北市有20条政府规划青山步道，一捷运也是公车就会到，适合耍一天，顺便将附近的景点一网打尽。